歡迎嚟到遊戲小教室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卡卡頌。法國每年都會將籠舍嘅動物放晒出嚟，大家嘅任務就係要喺天黑之前將動物都帶返去籠舍。版圖上面繪製咗紅、黃、藍、綠4種顏色嘅小朋友，先將版圖拼成路，並且將小朋友都放置完嘅玩家就勝出㗎喇。遊戲設置，每位玩家選擇一種顏色嘅小朋友，共8隻，有4款版圖，共36塊。玩家需將版圖朝下洗勻，再將版圖分成每人一棟，抽取一塊放置中央。而家可以透過猜拳嘅方式決定起始玩家啦。遊戲開始，第一位玩家出牌之後，其他玩家可以順時針出牌。當路形成一個圓圈，就算完成。如果呢條路上有小朋友嘅圖案，該顏色嘅玩家可以放置小朋友喺圖案上面，即使目前唔係你嘅回合都可以放置。玩家注意，版圖唔可以只有各對各放置，版圖必須最少有一邊同地圖相接嘅。遊戲繼續，除咗形成圓圈，只要路嘅起點同埋終點係池塘、井、房子或者草地，都算係將路封起，同樣可以將小朋友放喺地圖上面㗎。遊戲玩法就係咁簡單啦，我哋一齊睇下邊個玩家最先將動物趕返去籠舍啦。咦，睇下紅色小朋友玩家將最後一個小朋友放喺地圖上面啦，可以見到地圖上面有8隻紅色小朋友。遊戲結束，紅色小朋友玩家勝出，恭喜你識玩兒童版卡卡頌啦！你哋都快啲同屋企人朋友一齊玩啦！今日嘅小教室就到呢度，我哋下集再見。